嗨呀，各位聽眾，人好無？這禮拜嗰時想講格達夫魯一隻加立場一條來參，希望特別嘉賓。這禮拜我咪講下面咧，甲無甲各位講hello， 甲各位拜年，唔是拜年，拜咩？拜年甲各位I don't拜過年那年。過年那年啊！今年唔是慶祝30節嘅咩？冇啊，今日是咩？冇啦，20，冇10個，講唔掉。群英啊，兩個人特別嘅立場一條，是兩新嘅特別 favorite 了，當叫。新嘅特別 favorite 嘅邊個？哇，感謝。特別 favorite 了，一直特別咧 before。係啦，硬嘅咯，當嘅，不是啦，硬嘅人咋？對迄人行路行人對。咱拆海南哦。拆南變林南咯，硬嘅是拆南變林南。OK，來，你係啦，變寶寶。當叫人講下，即喂 recording 地好似唔同 crash， 一到定住時我 lock 一半 crash 佢個好鳥嘢。แล้ว當劍講即係我人嘅各位聽眾誒，即係地道哈。只人嘅去讀一個尖啊咯，度只人去讀尖，成個咧成個咧叫咩啊？咱個咧做咧尖菇啊，是哦，尖菇是人acupuncture是叫做尖菇啊。尖應該是。成個尖菇啊，即地道一個尖去讀啊。當今咱講頂前禮拜，咱講個唔使講個大陸哈灰泥，真灰泥，到啲 Nebraska， 而且我差唔多我就是無你個介意，那個係會攔你阿蛋咯，會攔你阿蛋本寫 email 好啊。等我看下係會攔你阿蛋講下面，แล้วลอง個 tackle 個一句接來灰泥，第一個一句個。Joe from England。Joe from England 啊？誒，我真係英國嘅聽講啫。英國一次馬來西亞啦。嚇，英國啦 ，Australia OK 英國。แล้วก็บอกกูจะเล่แม่ดานหลังมันสุดที่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ซิดนีย์แล้วก็โฮโก้อะโฮโก้เอ๊ะว้าก็จะเล่สกอตแลนด์เนี่ยสกอตแลนด์แอดวินกับมินมินโอ้แอดวินและมินมิน是英國哦ว้าชิวOh, welcome, darling, welcome. Good day, mate. Good day. Good day. 我知 Australia 嚟講唔掂。Australia 啦。好得咧，Australia 人講福建話唔是講好天哦，Good day。等我看。嗰就是 Aaron Tan 咯。Aaron Tan 有小英。Aaron Tan，Aaron Tan 讀 California LA 人啊。洛杉磯嘅人。洛杉磯，一個就一個 Aaron Tan，hello 各位，一個阿明是位 cousin， 哦，檳榔嘅啦，表小妹，是唔是新嘅聽眾啊？新嘅聽眾，阿明是答我，你小妹答我你講。你講小妹是答我什麼？你聽到咱嘅菜店仔真歡喜。哦，我咪是歡喜。咱佢只頭只往佢講頭只菜店仔嚟變物件嘛。哦，哎呀，是不知佢哋做嘅特別嘅節目啦，菜店仔講嘅40分鐘。菜店仔第二集。第二集嚇，菜店講嘅時個菜店講嘅時。哎呀，死掉把刀。因為阿明係啦，阿明是你即係表妹啦，表小妹啦，歡迎表小妹。แล้วก็Jimmy Ong 是你 baby 啦，到 Houston Texas 就差唔多我本喎，到啲即係Texas 叫咩啊？福建話 Texas 啊？古蕉，唔知我唔知邊個。Texas 咯，แล้วก็70地話路個Tasmanian fly 到啲澳洲 Tasmanian fly 係澳洲Australia 即係未曉，即係博士先生阿朗冇啲啊，就被就唔夠表講。阿朗唔是阿朗講唔對OK 嚟
講了啦，感謝各位啊，去加啷個嘅針啊，那是啷阿未做，你阿未去讀針菇啊，迄個地道咧，就咁樣過去啊，我係網頁位，邊人學見到，佢唔定面只手柄位，即係三角嘅訂就三角位嘅，你去講我網頁，我地道去針菇，啊，後來個當佢咱講了一條先講，即係下來個接去講，咱今日要講一部話題是。教英錯波嘅硬，錯係，但定時我講唔掉就話埋嘅我講，唔是點金錯，特別講點金嘅好硬，我講唔掉講錯好硬，我嘛講硬，係啦，冇啦，當件事第先咧有人錯硬嘅，係啦嗬。แล้วรู้กาตาปูรู้สิมสิกะลับช่องกิ้วหุ่นเนี่ยฮะเบอร์ล่ะ嚟講咱當人教英嘅方式啫，咱特別只字物件，咱especially 咱邊個嘅人係只字，但是你係人講嘅。我是算拜人講，但係我唔是只 professional 嘅拜人講。個 professional 嘅拜人講嘅。因為我伊個拜人教完拜人本只開通嘅。哦，但係清菜呢？拜家正哈，對，藝術嘅，我冇拜家正恐怖啊種啦。啊，你當今咧，咱講咱教英嘅時，咱當人教英到底即係邊人較濟是到落 start 嘅時，都是即係字名，唔是大家嚟試，字名咁唔對，唔是字名啊！呸！叫咩？老天咩？啊！冇啊，有生節性。哦，係講生節性。唔係可當人食少求婚嘅啦，當今。求婚。當人較少，當今未必較有啊。啊！แล้วเราทำมีสังเลอ่ะ生節。是幾時？經一個好節咯，要同甲這是一禮拜前，還是兩個禮拜前？是最生最。查甫生去查甫嗰邊。查甫生去查甫嗰邊夾你寫哪曉？嚇對。寫哪？我看蝦米識人本。我講蝦米識人嘅。嚇，我是潮州人嘛。哦，你潮州人有咩？食一物件，我媽是愛糖，潮州人要緊愛有糖。嚇，即係弟咪你食好先。嚇，但啉大咪你食驚有諗怕。是啊，肯定。啉大時。嚇，啉大時嚇，肯定講嚇。你生呢個生嘅邊個？個生椒咯，食椒啊。XO。你係看，甲濟看查某病愛蝦米哦。然後有時養煞好，係你偏金嘅咯。啊，偏金當然寫隻還是學現金。有誒人當今甲濟是加多啦，寫落下我20多，免加鐳啊咯。哦，20多，當今行情嘅怎隻多是幾鐳啊？一度？是講 hotel 都愛有600塊一度。天光600塊啊 ？Ringgit 啦，哎呦，貴哦！有啊，有辦日本嘅，你係你。我買試買去，係你馬學講會做，後背。係你350一度啊咯。哦，350一度。煮嘅。哦，你唔是胡椒湯是係豆粉嘅啊？豆粉嘅，伊頭頂嗰時係你最紅色嘅布嘅。你伊白色嘅度。白色舊衣都頭謝時啊，個 OK 啊，食飽咧是拿嚟拿檔嘅舊衣卡歪嘢。歪嘢。佢畢竟會派啊，只有捏到卡吹啊你。แล้วก็當今話偏見話貴本啊，一度本是。是哦。แล้ว是冇啲胡嘢之類胡子嘅咯，แล้ว伊後尾你食你但哎呀，現在講食甜物件是後尾是甜邊嘅是甜，唔要講 sorry， 我講食甜物件後尾是開一罐嘅你硬硬冇蛋嘅。
啊，開嘅道路係都冇算。怎麼算？經經開一罐咯。咱辦機嗬頭一味食，甲稍微一味半本無換咯。喲，安尼一般嘅俾一時塞過去，一整個倒掉，另外一味菜咯。是哦。喂，特別我只間食到嘅，我只股冇食到啊。是。我第間食，你食到？我冇這邊冇通食啊，我對馬來西亞特別食啊。我對邊個意思特別？邊個人做食嘅時下，使10個人一道係嘛？對，哎呦，人開一道，我唔是我請啦，就是人自己出嚟啦。好啦，白好啦，成日人一道是講啊，一人學佢哋份咯。好。誒，免10個人嘛，20人滿攞沙道嘛，嚇，對，明明人是，哎呦，等陣，我是人 computer， 等陣。我是人 computer， 哎呦，我驚 crash 呢嚇。但是講人對誒，但是講人 maybe 正 popular 正出名嚟講係，但係人愛嚟 join 人係，咁咪是使攞沙道嗬。對。哎呀，了，當在邊寧都要食到好了。邊寧食到好啊。嗰隻成去迄個Burma Road 一間現經樓啊，哎，我知，我頂住對去食，我食，一隻青年嘅邊仔咯。嚇，對，一煮糊係啊，一糊煮你媽媽嘅啊，sauce 較好料了。係幾好食，或者咱使去那邊擺到。是咯。咱邊咧學到啲這個Gurney Drive 唔是 Gurney Plaza 人做個大咧係嘛？有時過去阿妹是過去那邊食到。好食。你下底個講啲舊嘢。嚇，個人簽名啊？Apple 簽名嘛，簽名啦。簽名咧，嗬，人簽名咧，好像 CD 之類。簽名 CD 之類，人見人寫出嚟可以簽名。啊，特別人隔離人都俾簽嘅名牌，即我是格達布魯立場。我諗唔係簽名牌，頭簽喺你冚裏邊係格達布魯寫喺邊啊？哦，看到字你就是。嗰隻你抓落係，嗰隻抓落立掉。就抓嚟冚掉啊！就是我是格達布魯喎，但係冇人看邊啲，可能安落嚟睇嗰度。當 actually 唔係啦，買嘅啦買情咧，可能佢能猜佢，即係就是格達布魯嘅。係咯。我講舊音。係講舊音，其實佢就講就錯。แล้ว舊音嚇，但係我講到拼劍咧接落去是講咩？拼劍啊，拼劍看了拼劍看咗前腳。那是落到啦，落直本嘛嚇。落字啊，落字。落字是啱啦。舊音字。舊音字嘅錯。你是合啲咧，較早係個生理啊，生咩個頭，同我都講。生理咱就學查某朋友買紅包，買買A類。哦，買 A 類啊！我唔知講八打啊，八打。嚇！嗰隻學紅包好像自己買，不講traditional 傳統嚟講應該是叫做買 A 類咯，我叫買 A 類啦。你講即係唔知，咱講門口各位聽講話，即是潮州人解密啦。咱若是你唔是潮州人，咱我係咪白紅色咧？特別你講福建話咧，福建人啊，個福建人我係咪紅色，那是冇上啦。佢揾 comment 入去，佢講咧意見啊，佢講到鬧隻意見。嗰隻廣府人，嗰隻地色咯。係咪地色？雷色。哦，雷色啊！嗰隻咩是雷色？廣府人嗰隻。我唔聽。我 translate 你。老母睇咗，我嘅先生冇啲。係啦，博士先生冇啲啦，人講嘅。人講。人嚟啊！OK。係你廣府人嗰隻啦，就是講。一個係咩個？แล้ว生都เป็นหมาก包一包แล้ว你ลุย是紅包，你是號碼俾還是號碼俾？號碼俾，咱號碼是啥飼甲伊查灣的大漢的類啊。哦，咱若是講你伊查灣就是較老的，就是紅包就會較大包啦。可能我前咧就嗰隻紅包嘅招嘅喎，老啊嘛。哦，冇得嘅。50% 來啷。你那是那杯紅包嘛，拿大包咯，
較濟味嘛。是哦。一對格達布魯教應時就這類。我往廿度啊，冇廿類。哦，廿度啊，冇廿類啊，廿幾度。廿十幾啊。十幾度啊？十幾度，15度啊。哇！一輪咪是15歲咯，那是一度一年把你加幾。所以話一年幾歲啊？一度幾年呢？我咪是唔知，我咪20幾度，我咪。你個係咪個人條住人？是，我係幾喜歡咯。啊，真係啦！你過一時一禮拜後，咱就去就教英節是教英節就係咱有這個老聽咩？做咩是叫做老聽咩？攏知啊？我唔知喂。老聽應該是講第二節愛教英啊嘛，所以查某會整一名是叫做老啲厝啊，應該是安怎？哦，老了嘅老啊！我無清楚啦。啊，唔知啦嚇，那是看有人知，但係是嗰隻阿龍啊，是個無能個一間嘅檳榔鏡嚇，是檳榔鏡係一隻狗呢嘛。是哦。你寫 comment 起來。你舊晚嘅講講者，有時老聽咩？是路人老聽咩做乜物件呢？就冇我哋是一梳梳到尾。冇啦，即是講湖南嘅。講湖南話做。一細細個妹，一細細個妹，一梳梳到尾二梳八，二細八塊菜味。然後三歲子孫滿地。子孫滿地。我是屬於食魚啦。哦，你咪食魚呢？雜薄餅啦，你雜薄餅有做咩哦？buffet 咯，啉酒啊。那樣。modern 嘅。我係點解 modern 嘅？你那是平時紅燒嚟講，咱對紅燒雜薄餅有做無做嘅？本做啦。雜薄餅本啊。哦，特別雜薄未使看雜薄未使看雜薄，阿面浪未使看啊。未使看到面誒。了。你講食下面你敢若食過魚呢嘛？個煮飯嘅。本時大日子番咯。食面係講大日子，較就是食面。你講煮下面菜講我聽就，我講到食面講就是歡喜嘅。講我聽下面食面。是菜尾啊，咖喱雞啊。肚倒湯喎。有。跟住係煮肚倒湯。then 係你棒光叉咯。then 白斬雞啊。人家真像啊！你講黃煮物件真像啊。是啊，我感覺嗰粒頓咁像啊。我講到聽下，當然咱個換地者嚇。頂陣時我咪是拍電話去學阿生，你叫貴姓啊？Vincent啊，你甚至係想拜年嘅阿生，你是一個同伊講 menu， 成日講。哎呀，你即係你記叫下，我講記我甚至係把佢拍好你呢。伊講冇啦，唔叫人係。你問你就講是伊阿生是伊安哥嚟啊，伊講。當佢笑冇變，伊講伊拍死啊，當佢變安哥。actually 啦，你可以講話是伊安哥啊。嚇，伊日起來同我成講，我拍唔到電話話，你是實在係衝掉啊！講，你冇講，你冇追隻咁菜啊？講冇啦，咪隻冇。係咁冇隻咁菜，你冇隻爆虎似咁講。你冇聽到，所以伊安哥聽到係你，伊聽到你 episode 啦。我唔知要聽到冇啦，特別阿生講嘅時，阿生講，哎呀，我冇得聽到講係我安哥嚟。世界人哋聽咯。係啦，不要緊啦 ，maybe 可能咱個嘅就嚟聽講咯。阿生安哥，แล้ว但係講咩啊？講一半講這些。哦，就下掉只攏只係面差唔多個往上。是哦，是講請buffet就加一百項物件食咯，炒粿條啊。哦，炒粿條。攏到檳榔先是到條請。到檳榔。你攏頂住我對去時啊，我唔是去對去教營啦，特別我對去我對去正有一單時我是教我教一個。對去檳榔嘅時，往上實在，畢竟只人捌看過我嘛，只年無對啊！一定要往對去是往車道，唔是車道啦，成個叫buffet飛來咯，來往厝哦。叫咧海嘟。嚇。海嘟嚟咧樣真出名嗎？真出名，所以我叫個lamb啊，個叉盤啊，沙爹啊，叉粿條有啊，沙爹啊，แล้ว個只咯，奇奇角角咯。是哦。有浪咧？是啊。
咪 music，咁我睇到 music 呀妹。電話單。哦，就是電話單。รู้啦，กระตับรู้啦。我立槍嘅 cousin 來這邊。哦，叫嚟啦，立槍嗰陣叫嚟講嘛。佢會請。คุณเยอะกว่ามัน B 角點先。哦，我 B 看啦，B 角點點呀？一嚟你ลอง你第一你嘅啊立唔是กระตับรู้教應是，如果你教主角你廚人，但是只教主角，攏是唔是自己煮嘅呢？哦，一出人就正搞主角嘅。啊，我就佢一時啊，我看那是講กระตับรู้教主角廚人，但是教主角。伊嘛只能搞主嘅特別嘛。哦。我媽教主，我媽是客人。哦，你嘛是客人啊？你爸是潮州人啊？啊，你真你教我當兵哦。哦，我爸是客人，我媽是潮州人。嗯。哦，就是客人加教主。啊，冇啊，差唔多像。甲這無相誒。無相咯，無相咯，煮物件無相咯。哦。成個咧烤肉啊，咪咪是客人物件咯。是咯。嗯。我媽是大姊嘛，所以我媽需要個咧recipe 是教互伊嘅。你學起來哦。我就是慢慢學，有咧小複雜嘅，學袂到。你個 video camera 個翕起來啦，只是。是哦，是哦。你是你個寫起來來往邊啲學嘅你講講往啊？啊，我有一個 project 就是翕個啦嘅小英哦。啊。下面無相嘅菜，伊會一步一步安尼做個啦翕起來。哈，出 magazine 啊，把刀出幾本冊啊。是哦。出幾本冊不？你邊啲啊？不要緊邊啲學嘅，搞到推銷啫。嚟啷。咱在係去邊啲學嘅可能看唔嚟。啊，邊啲學嘅可能看啦，特別好多看幾廿條啦，然後你開幾本咧，都特別去買啦。對啦。啊，使。了個有啊，你厝人就是自己煮啦，還有點是個大不老天是。哈，對。煮得個了頭毛講嘅物件啦。哇，好了。你有冇？豆油吧有煮掉冇？豆油吧。立槍暑假食豆油吧。豆油吧是唔是愛？嚇，三浸八了係豆乾。豆乾了。茴香。啊，茴香刷啊，你係咩啊？哇！啊，攞女。我哋食只誒。呢啲是潮州人嘅，係客人嘅物件。真係啊！這不唔知。你是學，maybe 是本地嘅物件。because 我一件食本嚟話嘛，哎呦，我嘅腰。定知我馬來小豬嘛嚟比較小豬。แล้วลูกกอง我們上一隻。係啦，哎呦死，咱講唔了個啦 ，OK，但叫咱講啊，過一聊天咧講聊天講係咪物件，咱冇講過食過魚係咪講了？講幾點請起來，有人個唔知報名，幾點請起來食過魚，一個別使報佢度吞咧喎。有咩？有啊。可能加簽嘅我學習啊。嗱，冇咩啊？我冇咩。我個冇定嘅人冇咩曉啦。啊，我冇定嘅嘛。冇定嘅人嚟嚇，你時攰一時嘅節究竟是做咩啊？踩機揸車咯。啊！特別我未困，本來係一咩事？做咩事？你結心結？我試過點未困啊！我冇心結，我是講特別心結本來，特別講無係物件，我未困咯。試過點我未困啊，困到諗住起來啊！你唔是啉隻酒咩？啉隻酒無好困咩？還是咩無眠？我唔是未困啊，我係拜朋友佢了3-4點啊走啊。呀，你如果別使困啊，你要背啊？是咯，你嗰條就頭殼就天氣好啊，嗬，甲會困啊。你家己照咩？6點就要起化妝，我甲我媽鬥下手做嘛。啊，你乖哦。然後就甲6點啊，就愛過2點鐘就愛起化妝了。哇！你下底就俾望下教啦，目睭下底俾拍個結婚啊，冇你我一科成個你。只愛來擦。喵啊紅咩？你熊貓呢？笨蛋。你讓啊 ，OK， 早起6點起來做化妝了。你是去伊個迄個店位還是樣來？ studio 嚇。哦 ，studio 嚟啦。studio 嚇。去得一間啊？講我聽阿格格。去Bayan Baru 誒。哎，Baru 冇咪知名。係你第大繞北邊。哦。I think 邊咧真出名啊，伊真出名。Bukit Jambu 嗰邊啊。哦。BJC 嗰邊。哈，你依個款，佢世界第大依個款。我講聽一就好似物件啦，師傅覺得先。
那是講啊，我冇搞點先啊，我講你定住我唔係開講，即係我一個朋友啦，唔講佢名啦，伊定住伊隻好笑，伊隻小妹就伊講我人啊，我定到時你知啦，咪是好嘅人我就講一句話叫做你看女仔大係你講哎呦伊個女生，伊隻女生看古車咧係嘛對。然後定到時講嘅時講好笑，講哎呦是女生嘅伊個看得多。哇！而家大比古車咧大把啲。結果不得下，其實咱 continue 來接佢講過。你化妝了時，你是穿花穿嗰啲紅色嘅啲燈籠衫，還是穿嗰啲白色衫？穿白色。穿白色嘅。有路咧啊！冇燈嘅嘛，冇燈穿白色。立牆咧，冇燈啊，立牆咧。冇燈啊！穿大衫。冇啦，冇穿大衫啦。係啦。穿係咩啊？大衫。穿大衫。骨啦係骨，你叫大衫啦對。穿骨啦啊。人家無用咯，人着裝花車。白花車。係你愛等你花車人來咯，不百花人啊，百花。花店嘅人來。佢表緊個單車啊，你係自己係車個別舊，咪佢點樣舊？我先了解。啊，啷條去，你是成個去，即是去咩車？成個 limousine 很曉。我教我朋友就夜拜Mercedes 嘛。哦，啊，特別直接大頂嘅車係。哦，對，仲有愛線嘅，線地好線嘅，然後哦，那個咪，那大頂那好呀。你河頭人家水嘅你知哦。哦。二八八啊，三八啊。八呢嚇。八好嘅啦。我嘅唔是八。啊，我冇八。那個是9號。哦啊。對9號好，長久嘛。我知，愛講愛鬥大頂，我知嚟呀，我知這邊。這邊。而家做係扮領導學 van 嘅嘛，伊唔是講你載回 van，但是成能借厝嘅 van 啊。嘅頂嘅 van 啊。嘅頂 van，特別 shape 本是成個 van 啊，成個係你本嘅啦，成個載回 van 本嘅啦。你時候我知借咗大頂哦，不贏特別借 bus 不得。哦。這黏嘟嘟嘅 bus。黏嘟嘟嘅 bus。黏嘟嘟。嘟 bus 啫。嘟 bus 啫，一控制下落去就 bloody good。แล้วสิอันจ้าหาครับไหมจับสิญญาณจ้าจะจังก็เชียวขี่ปักเชียแล้วโอเคปักเชียแล้วชักนี่มันถึงตัวซาแล้ว背咗嚟背上comment爸寶上去出門傳波咯拜咩啊拜祖先啊祖先作工拜作工拜作工嚇咁樣爸寶แล้วมาคันดู出門咯應該往冇車上嘅睇到出門睇我出門啊咪講讀呢個比較讀เรา冇車係咪上嘅上嘅一條我講嘅往冇車嚟定住話等於話朋友我咪是做你做叫咩啊 best man 叫咩啊叫做法子嘅嗬做下你安怎你知我看到你說應該是我自己你喺邊看啊伊咪是有一個你生係咪叫係咪生嘅係咪劇生劇啊生嘅上一期嘅係你生嘅我計較講啦我呢個你講下啫嚟俾隻卡嚟要唔使用多卡攰啦俾隻卡落嚟我後面卡乜樣？我個未曉啦，我個未曉啊，即係驚細個未曉啦，我攞看來看去咧咯，就講嚟嘅即係咩嘢你試係咪叫我叫我試，係咪？愛夾個關咁樣啊？唔知叫我叫我試啊，唔知去做，唔知阿妹聊嘅事啦，伊叫我叫我試，叫對，伊叫伊驚細去，唔知去夾。你是鳥誒，你頭沙，你頭肩啊，你計嘢啊，背又唔制啊。一房間嘅事啊。對。你試下嗰條紅包咧，做一行彈一包就伊。哇！一個嚟，我個未曉。伊個就同我講，我未曉可以騙你咯，試下唔試。伊冇就自己拖過啫，只肯定自己拖。而家你對。
你特別做係咩咩嚇？你特別學紅包咧，梗有效嘅。哇！可能我包一包去嘅而家應咯。bằng sạch你無效，bằng sạch你無效呢？我目前因為立場嘅餅嗬，伊個媽嘅餅是Christian 嚟。哦，Christian 冇請係咩？我唔知有無啊？冇啊，因為我冇咪，我冇想你借可能。我係對，簡單啊。是講我生計，我都係對個真足啊。嗱，做下氣喘啊！即做唔到個唔是，係你做唔到個唔是肯。有陣時我唔是，actually 我唔捌去過啥教營，即安尼傳統嘅國家，就是我頂次對我朋友教營嘅時啊，教做啲啲物件咧，頂到我知教營啥物骨頭本無留聽咪，我做隻請搭博個雜無，做隻請上最。是講究竟可？冇定我就冇定。啊嚇，就 OK 咯。冇下面咯。少，了講面死皮膚咧，哎呀，30幾分鐘啊，了，兩個隻請個面嘅講啊，嚇係咪？你後面嘅個講係咪見講？見講啊，係咯，咪借車咯，借車去拖線咯，咁好，再借開咯，你就大聲咯，啊，第二好咧，意思跌到嚟啊，你開會一紅包咯，啊。唔係，咱只前面嘅講過啦，無咱下禮拜咱聊起成嘅咧時，咱個在個下禮拜去個continue百度教影百度，咱佢講就只係只車面嘅咧，個就前面嘅講過，一個對厝嘅房間咧，我記得咧，咱這禮拜講咧，是下禮拜咱個在講過，感謝咱羅蘭嚇，感謝咱下禮拜個來聽過啦嚇，即檳榔一條，唔是檳榔一條，臘腸一條㗎，個特布魯一條，咱個來下禮拜個來講過啦嚇，各位聽眾感謝，再見。